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，睇睇詳細新聞內容。一年一度嘅渣打馬拉松喺今朝舉行，今年咧有破紀錄嘅65000人參加。記者潘慧琳成個朝早咧都係賽事嘅現場㗎。係啦，參加者完成晒所有嘅賽事未啊？唔係啦，所有賽事已經係完結㗎啦。由於已經過咗啦大會6個鐘頭嘅限定時間啦，全馬拉松仲未跑完嘅選手咧係冇得再繼續比賽啦。咁大會會安排巴士咧接佢哋翻嚟終點呢一度。咁講翻今日天氣啦，咁我同大部分嘅選手傾過咧，咁佢哋都係話咧唔錯㗎。咁雖然咧係有幾陣雨，不過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有啲涼風啊咁樣。咁佢哋話咧都跑得幾舒服。10公里賽事數以萬計嘅健兒一早去到東區走廊起點做定熱身，準備迎戰。5點3正式起跑，跑咗冇幾耐就有人跌倒。好快由其他跑手扶起。今屆有破紀錄嘅65000人參加比賽，其中37000人呢都係參加10公里跑㗎。人呢實在太多啦，即使係分5組啊，每組嘅參賽健兒全部起跑呢都要等起碼20分鐘。清晨氣温大約攝氏12、13度，兼且有毛毛雨，對跑手嚟講係另一個考驗。有啲濕㗎地面。點樣影響到你啊？要慢啲跑咯，如果唔係會跣親咯。上一年都辛苦啲嘅，係比今年辛苦啲。今年涼爽啲啦，個人冇咁容易濕啦。西隧口係半馬同全馬跑手必經嘅地點，跑咗半場，唔少人都要停低飲補充飲品同埋搽按摩膏。小腿抽筋啫嚇，少少影響嘅天氣就唔夠乾爽，始終都係濕啲，所以咧就變咗散熱咧個身體散熱咧困住喺裏邊咧，容易攰啊。小腿抽筋啫。會係同天氣啊，定還是係場地有關啊？定還是之前休息唔夠定點啊？天氣啦，係咯，少少嗰啲雨粉嗰啲咧，對嗰個體温有影響嘅，係咯，即係快啲用咗啲體力咯。其實好少咁樣，今次都幾唔滿意。駐站嘅物理治療師話：今年天氣較舊年好，求助嘅人數少咗。都係最主要就係即係有啲係肌肉抽筋啦，同埋即係有啲係佢自己以前受傷勞損。有一啲咧就即係可能今晚翻去沖個涼啊，食翻啲嘢就應該疲勞冇咁多嘅。但係如果有一啲係即係舊患復發啊，或者關節有事嗰啲咧，佢可能就需要即係再繼續睇物理治療。有抽筋嘅選手喺醫療站等候，大會安排巴士接走佢哋。大會就話咧，今年嘅天氣比舊年好啦，咁抽筋同埋受傷嘅選手咧都少咗㗎。今年咧可能個天氣咧就好咗啦，咁抽筋咧係比舊年係少嘅，咁總共咧係有911個，咁當然呢個數字咧係直至到11點半為止嘅，咁喺去年嚟講係有超過1149人咁多。傷口包紮咧亦都係比去年咧係少咗。去年咧係277人，而今年咧係166嘅。今年參加嘅人數咧就破紀錄啦。下一年有冇機會再創新高呢？咁大會就話咧要喺賽後咧同警方檢討，咁包括咧路面嘅使用情況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再加多啲嘅參加者㗎。喺維園嘅報道嚟到呢度，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。咁而每年咧都有唔少跑手用特別嘅造型嚟參賽㗎，今年都唔例外，亦都有參加者有特別嘅訴求。動物造型喺賽道上最受歡迎。呢隻馬騮嘅真身原來係日本跑手。So hot. Are you tired? Yes, but I'm very happy. 鯊魚唔游水，改為跑步。叫人唔好食魚翅咯，因為鯊魚已經係瀕危絕種嘅動物啊嘛，希望大家可以響應下啦。20個視障同聽障人士合作跑10公里，佢哋練習咗個幾月，指落場感覺好唔同。沿途最開心嘅就係好多公眾嘅人士同我哋打氣啦，因為見到我哋喺後邊有個視障人士，我哋即係支持我哋個隊名啊，咁不斷嗌猛龍隊啊，加油啊咁樣。有坐輪椅人士喺終點派傳單，不滿大會以參加者人數不足而取消原定嘅輪椅賽事。跑完步出咗身汗，唔少參賽者都會覺得肚餓。大會今年就準備咗超過10萬隻香蕉俾佢哋補充體力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導。而喺賽果方面，肯尼亞嘅運動員包辦咗男女子組全馬拉松冠軍。
行政長官曾蔭權主持全馬拉松嘅起步儀式。咁參賽者喺尖沙咀彌敦道起步，挑戰42.195公里。參賽人數每一年都會打破紀錄㗎啦，連埋喺東區走廊起步嘅10公里賽事咧，今年一共有65,000人參加㗎。同舊年相比，起步嘅時候咧，天氣係涼爽啲㗎，路線係大致同以前一樣。完成一段彌敦道之後，經西九龍公路到長青隧道，之後跑過青馬大橋，喺汀九橋折返。賽事嘅中後段對參賽者嚟講係大挑戰，有唔少斜路㗎。西隧去上環嘅上斜位就係其中之一啦。肯尼亞嘅羅迪嚟到喺銅鑼灣嘅尾段仲領先緊㗎。佢以2個鐘頭16分衝過喺維園嘅終點，勝出男子馬拉松，比亞軍快6秒，但係仍然比自己最好嘅時間慢接近6分鐘。佢話天氣對發揮係有影響㗎。Weather it was nice, but to some extent it was not good that way because it was raining in some part of the course. 女子組冠軍就由肯尼亞嘅積拿加攞到，時間係2個鐘頭33分42秒。半馬拉松男子組同樣係肯尼亞運動員嘅天下，基寶迪湯美斯以1個鐘頭7分14秒勝出，比亞軍香港嘅紀嘉文快接近2分鐘。女子組就係本港運動員楊威啦，上屆攞第2嘅姚潔貞攞冠軍。10公里，馬克瑞恩以33分9秒繼09年之後再一次攞冠軍。女子冠軍就係嚟自英國嘅運動員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謙報道。